这个埔里镇公所配合着5倍券，结合当地大学，举办着埔里进行购100万大奖等你抽的活动，鼓励在地店家来加入着所有的 QR code， 只要游客消费100块，就会当参加抽奖。上大奖是2台价值100万的电动车。 为了吸引民众摕5倍券去埔里镇消费，埔里镇公所举办100万大奖等你溜的活动，现场阁邀请埔里镇的吉祥物，也有社会妈妈跳舞表演。公所这头吼，要提供2台的这个100万的这个电动车，加20台的各路的电动车吼，要来回馈给大家。 埔里镇公所甲暨南大学合作，由学生设计所有的 QR code， 民众只要消费100块，扫 QR code 就使参加抽奖，消费愈侪钱，机会愈侪。在地生意人表示讲，埔里镇公所举办这款的活动，对因真有帮助。不管是小店家、大店家，大家都可以来参加，就连店家我们自己也都可以参加抽奖，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。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对小摊贩很有帮助。 有参加活动的店面，埔里镇公所有设计专用的机仔，甲所有 QR code 的商标，乡亲只要用智慧手机扫一个，就使真方便参加这个活动。